家骄傲，只愿做月老。小鸡盼望亲，奴才夜雨靠，奴才夜雨靠。哦，汪大圣来了，有名帖在此，快快有请汪大圣。是，有请汪大圣。必真原因，忘情是谁？哪里？汪大圣，复公不受禄，这是年兄。今年早眼开，原是杀人。关月前，本月农民陈老子，多久那天要去临安，时间往前应家急，今日说明明日应天三天后，三个月情话花桥就来汪大圣兄。当朝国舅是幸亏，把龙江能盼望亲，心花开，自从他生亲作文，我早就去信宋江催军威，我命他在丹月里回来扬州，给他头亲把婚退，这因为皇帝不在，老夫人穷归不来请他听，汪大圣轻举王亲，把家计还。国舅子也难更汪大圣，计划行了，做来汪大圣。
还能哪里？老爷有何吩咐？还能在我曾命你派人去松江瓦砾，今朝用请叫他前来投亲，时隔半月，怎会不见他来？老爷，俺晓得把实子说来，那少姑爷不是在今天吗？就在明早一定可到。哦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禀老爷，那穷鬼不，那姑爷少用请前来投亲，现在门外。怎么？曹永清他果真来了，果真来了，是我有情。是，老爷请少姑爷收到。曹永清，哦，也许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谢有他人。不能不该，在将姑爷把我送到寺后，用心替姑爷准备香堂酒席。我在此系统允许许代。是老爷。也许我现在有临阵得亲，此前你314推来之文章，留在小女支持以外，两家贫富往来，你可知当初昔日之情吗？有要问求请我。有啊。
以自今自身与另外一起来，只怕你将小姐与我作为女怪，果真是他，我也是数年未曾看到他了。从你那里？小姐，什么也是来不及。娘子这年龄就是小姐，叫她好生收藏。明天必是王道之人，你们休要为婚。这是你外叫去谁话谁长，你为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明日便会小姐为婚。哎呀，不理！理什么？理该教育小姐思想。丁老爷，相抗一年，请姑爷莫有。丁老爷酒宴几杯，请姑爷食席。好。一席，还是席莫有，还是席出去呀？一样的。我请点包同志要求，永大人。我看还是现才行吧。好，一席真是痛快，还能不滚？来，姑爷约到而来，唱都不是。你们要替姑爷多敬几杯酒啊！小心此语不得有误。是。一席。来自我家的剧情，今夜呢，你应该音乐过痛快呀！我还些死理了，等一位定来作陪。尤大人，小婿失陪了。曹永琪，小红不是幸福花中，我叫你无灵无色皮肉。这话你早家平时心，生把老虎心狠毒。清楚一点，是那少姑爷死了。什么？穷鬼他死了。在你这随便，穷鬼他是怎样死的？老爷。共享死我毛中举用，姑爷今生司机大功，把功白举，不能
下陀，惊涛300，鼓楼10峰，放下酒中烈海，哎呦！遇上毛寒，生存经过，眼睛翻白，切空流血。这是穷鬼死的模样。老爷，已是眼睛长得慢慢大了，戏子看面都不必哟。此事不能对外照亮，这是赵永清路上走了峰会，暴毙而死。是。来，谁去来路日出？再到不正文化西上公路，上卡松江瓦定赵永清之墓，梁先生都知道赵永清因病而死，晓得明白。不然在去禀报小姐，在姑爷他受疾病而死。是。再到不正文化去禀报李彩英客的，这是小姐驾驭沈国舅，叫他催账释话。是。
彩英啊，侬快等我想个油用光了嘞，侬还要忘记加油啊！我去忙。彩英啊，侬长要顺顺请上你。好的好的，哎呦，彩英哎，节目耳朵乖乖好了是吧？对个，哎呦，我人都玩不了，就是我老套了。哎呀，假牙的辰光，还有啥人来敲门呢？店家开门。啥人啊？啥人啊？哦，原来是看官啊！好，来请进来啊！哎呀，妈妈，这些东西我都是没有的呀。哎呀，看官啊，没包过雨伞，我扬州地方是有一个规矩啊，没包过雨伞就怕侬不是强盗就是谁，这是指不来的，请侬问个地哎呀，方妈妈，小三是个读书之才是懂得礼仪的呀。妈妈。看一个人都老老实实，像一个读书人啊。不过天已经加夜了，还到啥地方去自说呢？好，那么我就让侬今朝夜里治一夜。哦，多谢妈妈，这都不要客气，跟我来哈。妈妈带路。看官啊，侬看呀，这个房间倒蛮清静的，侬看好啊？好。那么侬要吃茶用水嘛，叫我一声，我马上好等侬送来。有劳妈妈。不要客气啊。
到，你们别去了月莲花。他万家不退路，谁亲？多情教父泪相聚。穷途思娘泪连连，金太良那时候好，在他是流落一下名莫见啊，哎呀母亲。哎呀，看棍啊！哎，好多人啊，为啥哭起来了呀？哦，我也哭啊！好好，没哭，也。侬看呀，哎，爱丽丝啊，过了面孔朗向嘛，外公没哭你。妈妈，实不相瞒，我在思念家乡，想念母亲。哎，看过。呀，深深金刚万好，一来他少一才好，把一杯浓来托心，千杯如此做烦恼。哥们，早点歇歇啊！我走了啊！谢妈妈。哎，不要客气。哦，妈妈。哦，卡棍啊，侬可不能再哭了哦！侬要是不要上岗再哭啊，这是要迎归上门的人。妈妈，小生我这也不可了。好好好。不可就好，保护他人无事啊！哎，我走了啊！妈妈走，好好。母亲，哎，真是，哎。彩英啊，彩英哎，等侬讲过来，辰光不早，今朝装算不好，么明朝再算，
原是为了记账的人毛病而死。老爷要姐姐改嫁过去，我答应家姐姐穿一袋子花，还有一直没有穿好。明天生父花轿到时要来迎娶了。翠英啊翠英，你答应了上家吧，谁该言而有信，我怎么能去忘心？还是待我今夜把此花穿好便了。
孝，在内中庭上是有根源。我虽为不平，只是恨兄外，怎奈我不能为怜。难因生写着多冤。
女鬼，这种我说起，是在爹妈妈言道，生活上这地口是要引鬼上门的呀。那一定是我妈看见你要哭，我哈哈你的。哎呀，牛来孙子啊！好小生有礼了。罢了罢了。哎，客官啊，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士，哎，是个读识字呗？哎，不知你家在哪里，生人名谁？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？这不就是告诉了你，以后有我。哎呦，客官，你不要蒙蒙的把人看病，说不定你说给我听了，我还能想出你儿呢。我没待我俩人舒适一番，也可见我心中有情啊！那这请听。华定院里藏。
大姐，那死去的赵永清可不是我啊！我有第二个赵永清啊！大姐，小生不生，你哪里知道？他乃是我的东厂李文明，他撇去了我的唯品之本有连贯，我要将我抹黑，他是冒名顶替的呀！哦，原来是此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都快叫副下军，我关到了扬州，找到副下变情真相，谁知那个关中之神，他不肯相认哦！哎呦，不肯相认那多怪好啊！慢来，客官，你说的句句是真。小生我不会是谎的。那么少不了将这样跟听你都知道啊？当然知道。哎，是叫我听听。大姐请听。现在媳妇在上庭，规矩理不断心君。岳父因故下天牢，我父保证免受刑。他怪恩都报配婚姻，又连贯为贫富美分，从此两家乱多分。有神与情，还有何不可作证？你是宋江镇永平。3年前啊，用情有心宋伯父，生情的心思问，倘若大地不相信，别见何必家与真。见他是得亲来讲得明，不算是西藏赵永清。哎呀，大姐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怎么称我西藏来了啊？我也说给你听吧，我名叫李翠英，我母亲乃是白山花的师娘，我想最近动手中，关于白家的事我都知道。想不到在此为生死一辈，二姐妹相争有理了。哪里？姐妹，此经相生不背不贼，难以对不起。你总说人记账，看来也是皇孙的脸。哎呀，这个你不要伤心，你不要以为没有凭走在哪一头亲，就算你语录有连贯，是旁边的遭遇也要与那李文令一样哦。此话怎讲？李文令与你分手之时，可有风寒之病？沈家的丈夫有病痛。这就对了。那李文令一定是你家岳父谋害而死。是来的是岳父他欺病爱糊涂闹婚姻，我找他评理去。来，你怎样对他去评理？我到公堂去告他。哎呀，他要是一口咬定你不是赵永清，你又别怎样？那我只好为大瓦定苦读实事，等将来有了一个出头之日，再找他算账我。哎呀，这是谁的事了？明天师傅花家到就要来迎亲了。什么？这就要改嫁不娶了。小姐她口头答应，自己倒是没有答应，只是花家来了又怎么办呢？小姐大度30年受折磨，我不能快他胸怀到升天，还有父亲才鸳鸯，看起来夫妻今生难相见。天地上亲亲
他什么模样的？这怕有他什么？有道是男女有别，所做不清，私下相为，有理不合也。我说你呀，真是个死呆子！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还是怎样自无罪业的？哪里还管得了这些都算了呢？哎呀，的是哦！这个好了，不要这个大不了。因为我是带你去见我家母亲。对，大哥啊，你要好好的再仔细说看一下，实是再有差错，你我都吃在不起呀！不能，为靠近这死鬼的小道，总觉得浑身有点冷水水的啦。好嘞，我啊不要瞎讲嘞，我不能讲个闲话了，讲得还有点汗毛淋淋嘞。大爷，当时的酒是我头上来的，可是酒里的毒药可不是我下的，你要分分清楚啊！嘿，侬这只胆小无知哦！侬想拿事情都到我的头上推，叫我去推决谁啊？侬是奉白老爷之命，对，这都是白老爷他出的主意，与我俩无关。侬要讨名啊，就去向白老爷讨吧。好了，不管。老爷再三叮嘱，来无锡的宾客一律都从大门迎进，请仔细听，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外人传入。那么蔡姑娘呢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例外的喽。那么做法是个和尚道士呢？老爷已经说过了，来超度亡灵的出家人一律都从边门进入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老爷说小姐一定要再次上桥，等一位花轿到了，你要请蔡姑娘好好的帮小姐梳妆啊。小道理听花轿，真是啥子你都还没听见过了。大哥，我哪里来了？我是对花老爷。哎呦，有副狼子，我会得溜，我还有家，我还会得溜哦。
哪里去啊？我是来找你的。这位道长怎么单独进府啊？我是奉了八老爷之命，特地从扬州天宝国去请来的。我经常去天宝观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道长？他随着道主永于释放，刚刚回来，果然没有看见过。刚轻的年纪，却随着道主去释放永于。大人啊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他还是魏忠道长的高徒呢。哦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小道长多多宽容。相公不必客气。小道长，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叫我将几张超度亡灵，你可要多做点道长啊！请蔡姑娘安排。啊，这个你到里面去用点书章，等一会我会来请你的啊。哦，蔡姑娘，老爷叫我的领当事。这里一切由我，你到外面去吧。我在此谢谢。大人啊，你有没有看见过少姑爷？见过的怎么样？你的少姑爷可好？我的这位少姑爷啊，可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啊，这样好吧？那松索、端汤、哎金桔啊，哦，婉玉碟茶。哦，你的姑爷这样殷勤，不就是小姐他要接你从上，谁是连死去的姑爷啊？喏，他也为着你好报的。怎么？真的会有报应的？怎么得有啊？啊，大人啊，不信你坐在这里看，等一会姐姐来了，上香的时候，谁好谁坏，一看就明白。怎么个看法？领导人要是没有冤家对头，这点着的香啊，又这啥？实是有冤家对对你。要是有冤家对头啊，那这点着的香又是为。要是他久久不放，这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。啊，大人啊，你是个好人，但姑爷又这样好，这烟啊不会咬上你不放的。你放心好啦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蔡姑娘，我得肚皮痛了，哎，这里请你照顾照顾。大人啊，哎，大人，大吐！队长，我看大人已经离岁，来不及先去告诉姐姐了。让我到塔厅1850号也再说。你在这里等我，要是等一位姐姐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心急如焚啊！哎，彩妹，你要快去快来呀！队长，你可千万不能随意走动哦。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快把这个披上哈。知道了呀。小心呀！仿佛曹永清。
条不可想起了才对你心叮咛，我咋急于夫妻人，马路机关呀红领谁
生啊，并不是个好人。哎，你既然怕起我家老爷，那你谁敢在我家小妻面前失过名堂，还能少事于你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参拜不来，我是不能讲的呀。那你就去见过我家老爷去。走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铁姑娘。面前不是叶道生，乃是邵永清我这一场。才没说话太荒唐，死去的人儿真万样。死的不是邵永清，难道你肩上有一张李文林做了替死鬼？妹妹呀，请你不必妄想我冤苦难言，万般皆空一希望。请你听我说下去，要不然你仔细辨认清了。姐姐，你不是手上的3年前记上写来的诗报吗？喏，这是他写的生死，你不相信吗？仔细对对，不就是明白了？是在我店里，他要哭么就让他哭不够，要死么就让他去死。要是愿意改嫁，我叫谁要来的？来，我们走，妹妹。彩妹，彩妹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呦，老早好门嘞！姐姐，我告诉你。把你家来头亲的，乃是机长的同窗李文林，他不仅骗走了玉莲花，还将机长抬了3千。哦，还好，幸亏有人相救。我是在你家里的机长乃是假的，都说我看到的机长乃是真的。为了使你们夫妻相会，好容易要机长身配到我文政府中，不料竟被你们当作野道什么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彩妹，为妻向你赔礼了，受了。见哥哥也罢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还是怕死吧啊？你们2个人怎么越推越远了呢？是呀。相公，感谢小姐为我背上，相公一路辛苦，小姐也想苦哈，不苦哈。哎呦，这事怎么有时间说这些话呢？你讲些什么呢？要说的话嘛多得很，你怎么反而忘记我来了呢？姐姐，你不要看我这样无人，要把老爷规矩都懂。啊，这样吧，聪明，我与你分头守望。要是有人来了，我是会来告诉你们的。有劳彩妹。哎，彩妹。
我没有见到最大的人，一天到晚走廊啊，走廊啊，时间几早来了，我反而怕出难为情起来了。哎，翠妹，哎呀，夸伞！哎呀，翠妹，夸伞！哎呀，哎呀，翠妹！哎呀，他怎么不开口呀？他怎么还不讲话呀？再不开口，那花轿就要来了。话讲一到，我就无法讲了。
的是，今天一家花家庭在领导冲上了上游去的营里，哎呀，路口大雾要淋雨嘞！不行了，花金张天师，真下当归，我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成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既然是灯彩花家去的缘故，以我看啊，只有将灯彩当赛，花家当真，才能取过原文救生之地。我跟你说，啥叫花家当赛，叫我师傅想过就跳的。老爷，要是延误时间，这件事了，我看你有事，我想过就交代。先吧，大家把会在你们一起听从蔡姑娘安排。是。大能大哥，你们带领众人收拾规划，将灯彩当赛，花轿当真。是。你们给我来。还是等自己到我的思想有这个经历啊。
回楼小姐。小姐他上来去了。上。怎么？领导你还在对动，鬼用外地打嘴啊！报告，我打。是老爷，打不得，要当车上没来的。在，继续，快，上。李成的党啦！他是谁？他是天宝国伪中导弹的高度小道长。呸！与我拿下刘贵啊！到现在30多里路，到那个天不假日，哎呦，真毛得我是上气不接下气呀！哎呦，我有的听到机上的消息啦，那华龙哥有的问侬要不人啊？那，我人啊没坐来呢，侬看我像放莲子泡一样，噼噼啪啪放不停来了哦。啊，侬快走！哎呦呦，哦呦，算了，哦呦，这个啊。心想老爷讨彩银，我知道毕竟我女儿金不富，穿色小轿盼望亲，还等爹娘无人少帮手，照顾不尽我应啊生，怕将女儿完了，实在是我心到死之。把龙哥这个老东西呀，伊自家也晓得理亏呀。哎呦，伊想得哈哈我呢。伊讲啊，是你的女儿甘于广东，假扮道士，冒充曹永庆。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定是你把他们吵起来了。那么侬不会讲啊？可是那不干的事情嘛，大家女人有啥相关了？那侬到底是我养出来的呀？不管，我还要侬来讲我啊！我比侬会讲得多嘞。蔡英哈，我看把侬讲这个老东西伊个能样子嘛，我也索性找武功到底呀。我讲，哎呀，老爷，侬来那讲啥？那，人家们才晓得呀。那把家屋里向的姑
也赵永清嘛已经死他了，还有啥人再要来冒充赵永清呢？再讲呢，那个小巧也不是3岁4岁的小孩了，而且要是那大人家的归国千金，对，这个要是我才人挂片的了。不过好嘞，老爷，侬不要开玩笑嘞呀！快把彩银还给我要带你回店里去来。妈，要挂货吧？是的呀，把龙哥这个老东西一听我跟人一讲啊，哦哟，这是真是火冒八丈啊，面孔是铁白呀！哎呦，我看把龙哥这个咋头名面孔摆下来呢？我说心眼睛一看呀！不过老爷，侬来了干啥？那，我哪里好无缘的过来乌拉木个人啊！我说自家大家的我想一步要拿一搭家老乡去，我讲请三老师说，大家来领道理看呀。这个把龙公啊，伊自家到底心虚的呀！一看见我跟那样子嘛，也拿我没办法，只好等我滚出来了事了。亲啊，那阿公呢？哦，阿公到镇上打听机场的消息去了。哎妈呀，侬有得听到机场的消息啦？这个啊？小姐来那里面吧。吃了夜刚困。哎呦，彩云啊！你听你机上赵永清哎，他真是个黄脸是谁？苦到给啊！那一天你把小鸡倒菜，他是迷失方向，与为君。刚巧碰到把龙头，你竟然是惊慌不灵如真经，太老爷强将才名没送我公道，诬告他偷盗财宝不入千金，中国人会用他云半子上该回家，你竟让你我却当真招聘这样自家的亲双儿别得一死起回来，我最恨不得把我2个女婆，小小我心头之气呀！哎呦，小家不行呀，那，我今朝特地赶到这里来，是为了要能想办法去救人。我不是叫侬跟伊一道去死的呀，小姐。是呀，你怎么一想就想到死命？就是给你办法。是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那啥小
只要找到李翠，谁化其人停止这次。翠啊，你在这里呀？你呀，犯了我有什了？是吧，老爷呀？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？哎呦，快请坐！啊，你了，翠啊，我来问你，那天当时花酒，你因我不告而别啦？啊，你是问那一天当归的事啊？哎，大老爷呀！那一声送赵孟德的心人，我地上单儿当归文，不见桃下雨下送，老爷侬么自家懂得不中啊人，还等我当归当正病，连日来是两日苦看报李亚人，好啊顺我分不清，李是开营多开呀我只是了一句，他倒讲了一村。好，那天怪我少礼，一日定人不上。如今呀，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。什么事？那天有谁话多在一起，你知道你在他在哪里呀？呀，那天出了小道，上路会忘记了呀。有我儿隐隐不离，你引他到处赴去，还是只是了的好，你的两家伤了红旗。大老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！我们这种小路人家可吃人不起呢。哼，给你面子你不要，莫怪老夫生气。来人，把官再来，我是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长大了，我搞的是说，出来！这不是你家伯父，你有什么权，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说话？我是小小的长郎，又是王知府的公道，我也能进进出出。来人，把官再来，用是。帅哥，拿来！什么？虎气领调。要什么后气，要什么领调？他老爷的话，谁是后气，谁是领调？大老爷，你这样不讲理，要是说不出来怎么样？要是谁得出来与真讲？俺妈一定有办法的。要是说出来了，要把送到举报也该有你。要是说不出来呢？要是说不出来，我还会那里牛我爬上山去，从此不让大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听心上的呀。以后这样不滚到长东来了，那侬可以安安心心来那给你养病了啊！哎呀哥，打听到这张个消息吗？正要想多来了个，再过7天啊，赵永清就要分战了。小家伙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哎，大家来想想办法呀！有啥办法好想你？这头那个王园里一推张王法，难道就没你好过瘾了？我，嘿，我请过给他请过床，请过哪里来请过呢？啊，请过，嘿嘿，我早已打听来了。先生不断怒火生，俺看怎么赤裸西山鸟却归，我怨恨难逃回家门。老汉爹，那侬人啊回来了呢，还到啥地方去打听亲过来？那我个闲话还没讲完呢。哎呀，哎呦，跟侬快跟我去啊！我银子途中看官场，错官小错影响。可听错旁有人讲，周应龙他人出京啊！对小姐告上去。阿公，你这大年纪是我走得动，这事这样的冤枉，你说得清吗？哎呦，这倒是哦！我来了路上听人家讲，周应龙大人立法圣人，只是讲错一句啊，就要分谁我。亲啊，根本伊也不好气，我也不好气，侬叫啥人气嘛？我去，这就是这张人聪明将王，总有人眼睁睁看他是冤枉，谁的本事不清楚，其他的冤痛也是娘，千难万险无所惧。跟我陪侬一道去。你要留在家里照顾姐姐。我上女年纪虽小，胆量倒是大哦。跟侬路上要小心的你。阿公这父老几在心，我是为见机行事。彩英啊，
可是人民关天龙要立即动身呀！啊，妈，都是此前面在上，请随我一来。在云母自不不前，回禀大人，看天色昏暗，只怕顷刻就要下大雨了。是非待雨过天晴，再往路内审判。哎，本来奉旨立案与私人立规，岂可因雨而失信于民？自有乞讨。
应的这件道行问他人，不料他要蒙塞了举着这能高上，今日恰逢而至，我正好前去喊冤。见到大人已往路内而去，看那高堂是人人多，小时不你刘子辈，叫我是我爱记得上。要是我为什么人带不了高上，岂不要断送了这样的性命？即使我李翠的一番心血，也将父子流水。大人有一小女子喊冤，从汉冤女子，传汉冤女子，传汉冤女子。
分断情来高潮，为自己把三花一公神，我与他你结金兰神同胞，我最长心上明镜是用情，多只为先生重兵把龙将，谁人万载是命难成，多亏曹家来相聚，他关恩定下了儿女情，在世上常对亲是我妹长，一代女连环暖不分，曹家为官本清廉，吕赵为罗家道兵，无奈我最长，他改了玉莲冠，取头青花龙江，早日设下春桃见金
用头呀还是少用情，万别让我姐姐去攀王啊亲，我姐姐她宁死不答应，把龙江叫村长之花去献殷勤，我正在王中把之花传，谁知来了少用情，刚才你已经言明曹永清还生死，所有为到你眼中，你前言不得有女分明有家，来呀困境妈，大人，这哪种淋雨缘故家冒充这场是去找亲，故而死的是李文林，可是我的乃是真永清。我见这场遭遇传，带他到八家去做亲人，恰被八龙江来宽天下机上捆绑送衙门，可怜东吴机上却把来征召，那原来是不问是非判死刑，我为的是不得大人之听天年有八公传扬八元生，女儿上才要推身，难道是我不是自己的条命？啥有谎言来禀告崔英心愿一同定。
有请王大人。王大神，现在多疑为求，望多多包涵。哪里，事情还英雄是当场不决定用，娘上之词神多得很王大神，穷贵无私人在，带领人上了花轿，提刀神步，我这步不才接掌。禀老爷，七三请问，周玉龙大人前来无锡。周大人，老夫有他说不了，恐怕来者不遂。英雄多虑了，周大人乃是朝廷名人，他听着你拍了王亲，这叫做名人推王亲，礼尚往来，万分有因，万分有因啊！大人在，他开正门，圣母请是。打开正门，老爷赐你。周大神讲到必争原因，万望配合。哪里？周大神，请。为原因在这里，这真是巧绝了。周大神，请说。说。过领西下，一到北一级府来谁？老先生，此时此地怎会有人喊冤？
是汉冤。哎，下官才此无心，不老先生正配生意亏得，真可意外，还不当不他委屈。大人，那小女之色，他的愿望只有在此时此地方能昭显。哦，哎呀，这倒难了。相府奉旨出京，为民立案，真无旁陪。今在既有人害冤，我岂可置之不理？若得修草生内，又恐怕耽误无息。大人为国为民，百姓孤孤敬仰，这公子们理应安。大人体老岁，几道有岁，那喜剧还是有好的呀。听儿为所说，这公司还是还需两件齐美。真有两件齐美，这文字很神的。好，即使下官先公黑死了，外公才接他听一用。众军臣传令下去升堂。大人升堂。为盼望金花莲子郎，第三场
姐，那你评理女儿曹永清，评理，你女儿也是自愿给嫁不久的，是女给家，是今女儿不在，一阵人杀，命令女儿下狱监护。哦，大人，神父就花轿一道，让小女上轿。来呀，命你去为报神父来人，叫他女交代为，本有名才，请往神父念他。走。命你女儿来见本院。是，大哥。来，这小姐下驴是江都院北之人，命你将院安全带到，并将曹永清提出监牢。是。一个最大人，这个最大人，你是不说话吗？大人，真是小女不说话，准不说话。老爷他要我一抬到毛明位，我也时时不应允，真乃是身为奴婢当太尉。聪明，你请下去。马龙将不在本地，略成你不为偷人之罪，有待真相。这都是无中生有，都在没有？没有。传不能不管，传不能不管。害你我欲问，这破乃无名。推荐大人，不能不管。马龙将原有些之事与你二人同侣，还归我从山走来。讲，大人，小人知道不胡来，从不无早有落位，这说我老爷都是亲女婿，小人不知难交代。大本
没有。老将通过广东老从赵文清调西财经推到经营，你可有凭证？爷爷们，多方百姓高领穿着王法，冲击人民，万不如走财宝。大人，保将先送我王金不热两盘也无过了。好喽，将。谢大人。江湖有正位，清平有令，不是为利之类。凡吞中王法，与有不行，为压听村。我为您心不正，今日才给你，叫我有面目见俺老婆娘亲所以才不三话，这就到父亲一贯上好。大人吩咐，传理请不三话，再传少云卿一贯上道。